现在大家看一下新的海岛城的工作室，哎呀妈，这还有个小狗的带路呢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导航犬。就这儿了啊，我也是第一次来呀。哎呀妈，这小屋不错呀，比我图片上看到的好多了。以后这就是专门咱们用来建造海岛城的工作室了。看这第一批物资啊，都已经到了。这叫做什么？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这边这几项全部都是咱用来建造海岛城的积木。看这边这地板也都到了。这个位置啊，到时候就放咱们海岛的沙盘。那边啊，到时候就放咱们搭建的工作台。刚才我把这板放上去比量了一下，咱们海岛城啊，大约占地面积啊就这么大。现在咱屋子里啊还是太空旷了，你看现在讲话还都有回声呢。所以咱下一步啊，一边建造着咱们的海岛城，一边还得改造着咱们的海岛工作室。有什么样好的改造的方案，大家也都可以跟我说一下。另外，我觉得海岛工作室啊这个名不是特别好听，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啊帮咱们海岛工作室更换一个更有特色的名字，交给你们了。